咁其實我簽佢嘅時候咧，好多行家咧就揞住嘴笑，就話呢個人如果紅就紅咗九世啦，點會而家你先至簽佢啊？咁點知就係後來一套葉問你變咗宇宙最強。你講翻甄子丹咁嗰個機會係點樣嚟嘅咧？咁就係合拍片嘅開放，咁我哋可以進入內地嘅市場。於是試水之作咧，徐克就要拍到七劍。咁啊，其中咧有一個主角之一係原來揾咗韓國人去做嘅。臨開鏡前2個禮拜咧，嗰個韓國人突然之間話冇期，唔知咩原因嚟唔到，咁就弊啦。咁佢就話有份量嗰啲唔可能2個禮拜後俾期你，同埋呢套片要去天山度拍2-3個月，冇雷公咁遠，邊度有個大牌後邊嗰2-3個月有期，即刻俾到你啦咁。不過有一個人有期，嗰個人叫甄子丹。咁你可以知道佢嗰陣時其實佢係冇公開嘅。咁啊仲有喎，有因緣際會，因為你去天山拍2-3個月，哇咁辛苦，天寒地凍。咁後來拍完之後，製片嗰邊話俾我聽，佢有一個人由頭到尾都冇離開過，即係任勞任怨任拍，嗰個叫甄子丹。七劍嗰套片喺內地收咗8000萬，咁我要進攻內地市場，我就一定要拍動作片。咁動作片我就需要一個動作嘅演員配合。咁甄子丹就咁好，即係咁聽話，不如就簽佢。